咱有人要来锻炼今日所吟的诗歌吼。咱第一首咱先来看，这是PowerPoint 内底吼，若有两三人伫我的名自集，这条歌咱要共手成团做伙就若要做伴奏吼。这条歌咱来练看卖吼。 来，我能上的我呀，自己我呀的勇敢，我能上的我呀，自己我呀的勇敢，的勇敢，的勇敢。 所以这条歌咱唱的时阵嘛连续唱3摆连续唱3摆。好，咱再来练第二首。第二首是圣诗第36首，圣诗第36首。上帝恩惠慈悲。咱这条歌是上联团契要献唱，但是咱伫第3集的时阵。 咱要甲上联团契做伙来唱，所以咱来练第3集就好吼。第3集咱苏金甲咱。来，第3集，来，上帝的恩惠慈悲，也看我的病，一往无前所不遥远的鸿沟，一起那别空呀，也跟。 第3集，看上联团契做伙来唱。来，最后咱来练圣诗第552首，圣诗第552首。 来，第1集预备，来，爱的勇敢当这卡布是人间归安乐，那年他将遥望路，无人救助的路，七日长路长难革命。 要到光以来，今天我。
即条诗歌第23甲第30是怎吼？迄个歌词有会变更过吼，无是有修改过吼。所以咱来用圣诗的时阵，咱注意第20甲第30吼，来看迄个 PowerPoint 吼。好，咱练习到遮，若有手机仔的嘛，你家关机也是改做震动。这是上主所定日子，咱着欢喜，着庆祝。咱自己伫遮是要庆祝东王八血教会设教119周年，是今日要开始进入120年的同时，咱来庆祝东王上理大学东王分校创校24年。咱大家想看卖吼，伊伫东王甲上大已经几冬啊？还未超过1冬诶，啥举手？有10冬来无？伫东王有20冬来无？有30冬来无？伫上大24年就开始参会啦，有无？啥举手？有40冬诶无？伫东王40冬诶，啥举手？有50冬诶无？有60冬诶无？有70冬诶无？到80冬诶，超过80冬诶。无来。哇，感谢主！据我所讲，若有2、3个人伫用我诶名自集吼，我着伫因中间。咱三甲来吟首诗，确信耶稣伫咱中间，搁再提升咱，因为有主耶稣。伫咱中间，今日咱伫东门的东门路，还有东门巴基的基人教会，咱来吟，若有2、3人伫我的名自集，咱唱3道。咱请记啉吼。
请坐，做伙来祈祷。今日上主，今日是巴基利基人教会释教119年纪念主日。119年来，因着上帝带领，有遮尽忠的济老仆，甲信仰真袂努力，阮有今日成就。但是阮无掠做满足，阮大家努力来传扬福音，甲主耶稣基督听。如果侪人来到遮，做伙来敬拜上帝。阮来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19年前，咱咧庆祝释教100年的时，王明牧师将100年的历史写做一首诗。咱做伙搁再一次念这首诗来回顾咱的教会行过的脚迹吼。伫周报第3面吼，即个100周年纪念歌，咱做伙来读吼，拢总有5赞吼。来，咱看周报第3面，因国内大宣教师。巴基利传道上古贡献教育印刷史，翻译新旧约全书，拜堂徛起东门顶，初期发展为学生，首任牧师杨树明吼，信望爱教会向上顶。后来拄着大战争，教会发展区平静，送上帝来台复兴，要求伊报道的热情，历代牧者真可处，温群忠心服侍主，圣经教导有温数，牧养治理真功夫。教会进入现代期，逐项设施真照片，展望未来新世纪，主听咱着做啥物？来，因为咱拢受敬召，要进入基督社群，只是生活对要用奇妙稳定之优秀来对上帝感谢，上帝有救赎的稳定。
以即个纪念日子，上帝要对咱讲啥物话？咱一直用课样方式来读《申命记》第6章4到9节，就是圣经内底课文第一篇。我来刻，请大家来。以色列啊，着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应允。以色列啊，着注意听。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日命令恁遮的话，着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边行，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着写伫厝的门徛。兄弟，大家学员将要带领咱用诗歌向上帝表达咱对上帝遐尼长阔高深的疼甲稳定的感谢。最后一站吼，就是第3节，就是兄弟大家创有一4年的感谢。咱即个第圣诗36节的第3节啦，第3节吼，上帝稳定赐予咱会友甲。希望大家做伙来唱吼。做伙来。Amen.
做伙共听上帝话，记载伫启示录21章1到6节。后来我阁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海嘛无去。我阁看见圣城新的耶路撒冷对天顶上帝遐降落来，亲像新娘装她好势，要迎接丈夫。我阁听见有大个声对宝座发出讲：看，上帝会无伫人的中间，上帝要甲因做伙徛起。因要做伊的子民，上帝要亲身甲因同在，做因的上帝。伊要擦去因目睭拢肿的目屎，无阁有死实，嘛无阁有哀伤、嗷叫、痛疼，因为前个代志已经过去。后来坐伫宝座的迄位讲：看，我将万物拢换新。伊阁讲，就写起来，因为遮个话真实可靠。伊阁甲我讲，完成了。我是阿弥法，我是欧米伽，是开始甲结束。喙焦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以上愿上帝来听头伊的话，阁照伊的来遵行。下面牧师要互咱信息是唱出新生的乐歌。请咱同齐来祈祷。做当阮搁一摆自集踮伫即个圣殿同齐敬拜学老的时，阮讲起你踮伫历史中间奇妙的作为，互阮的教会会当设立踮伫遮，也互阮正大家会当参与踮伫东门教会的服侍中间。主为着安尼，阮献上感谢。要进入新的阶段。阮要搁一摆通过你的话，继续向前来跑走，也遵照你的话，阮找到生命的快乐，阮唱出生命的诗歌。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站，成做阮教会头前路站一切引带。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免。感谢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今仔日踮伫遮。庆祝释教119年，也就是讲，咱已经要进入120年啊！伫这个120年的时间，咱看见上帝奇妙的带领，是这个所在，也是咱每一个人，亲像咱头拄仔一开始咧算的，毋知咱踮伫东门教会有偌久的时间，有人。1年、2年、5年、10年、20、30、40，读到80，还阁有。有遮尔侪人会当三自集踮伫咱的教会中间咧敬拜的时阵，咱有发现，这是上帝恩典。咱有发现，这也是上帝恩光也无。所以今仔日咱会当踮伫遮吟诗。今仔日咱会当踮伫遮做伙学老，这是上帝赐予咱真美妙的礼物。吟诗甲唱歌是一个真特别的元素，因为踮伫痛苦的时阵，咱会当唱哀歌；踮伫喜乐的时阵，咱会当唱乐歌；得胜的时阵，咱会当唱凯旋的诗歌。无论是靠是甜，拢是对上帝的颂赞。所以今仔日真欢喜，咱会当踮伫遮。虽然有个人无法度踮伫遮，嘛透过线顶，咱同齐咧庆祝的时，这是上帝恩光，也是上帝恩典。读着圣经，回顾历史。圣经的话嘛，带咱转去想一个问题：圣经需要有伊社会的实况，咱才会当真正体会到底伫伊的话语中间咧讲啥物。启示录是一段逐个人有当时拢读无啥有的圣经。踮伫启示录中间，到底要安怎理解？有足侪人问我，其实
进捌启示录到底咧讲啥物，咱必须爱转到到底伫迄当时，兄弟姊妹拄着啥物款的处境。伊咧讲的是军队基督的人拄着整个政权的压迫，所以踮伫整个的压迫中间，遮个作者、遮个信徒需要有新的想象力，因需要有新的想象力去敲找讲会当继续向前行这个规律。所以踮伫遮，咱读即段就熟悉。伊讲我阁看见啥物？我阁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如果迄个时代的生活真正足好诶，敢有需要看见新的天甲新的地嘛？都是因为信徒踮伫压迫的过程中间，信徒踮伫拄着困难的中间，所以作者才会安尼对咱讲：我有看见新的天、新的地，因为前的天、前的地已经过去啊。现在所拄着一切艰难，确实会过去。毋过真正会当带咱向前行的是，咱看见一个新的天、新的地的愿望。踮伫遐有啥物？踮伫遐，咱会经验，咱是上帝的子民，上帝永远是咱的上帝。伊要切去咱拢总的目屎，无阁有死亡，无阁有悲伤，无阁有任何的痛苦，因为一切事拢要过去啊！这是启示录时代的信徒所写的。表面上，踮伫罗马政府的时代，看起来生活过了袂歹。毋过，伫迄个袂歹的背后，是对济弱势的人的压迫，是对济基督徒的压迫。所以透过写遮的物件，写启示录遮的文字，伊咧对抗，伊咧对抗即个时代掌权的人，伊咧对抗每一个世代受到政权压力。基督的军队者，因永远会当唱新的歌。虽然拄着困难，虽然拄着压迫，会面对悲伤，面对痛苦，甚至敢会当唱哀歌，感觉一切土地拢是趴远。毋过，伊的话语带来愿望，向人讲，伫新的天甲新的地，咱永远会当唱出迄个生命的乐歌。既然因安尼写，嘛安尼期待。安尼对每一个世代的统治者来讲，遮个信徒是叛乱分子。也因为安尼，足侪门徒甲耶稣共款，行属伫因十字架的道路。伫即个歹十字架的过程中间，受到打击，受到失败。毋过，因无放弃，因继续咧军队主。无放弃的原因是，因知影。因到底所咧信靠的是啥物人？所以，迄个坐伫宝座顶面的人讲：看，我将一切拢更新，恁爱写落来，因为这个话是真实可靠的。伊阁讲：我就是阿法，我是欧米伽，是开始甲结束，这一切拢属伫我。看见天顶的阳光。互每一个军队者成做有愿望的勇士，带着信心去行头前的路站。咱参与踮伫教会中间，咱参与踮伫东门教会的故事中间，咱有看见上帝国的愿望无？咱有看见这是一个充满阳光的所在无？这是昨仔咧读宣教师的日记。我看到讲，因讲每一摆的聚会，当上帝的话咧宣讲，当咱咧吟诗学老的时阵，这是一个阳光的聚会，这是一个充满荣耀的聚会。毋知影对今仔日的咱来讲，有咱较信讲，咱有即款较信讲，今仔日咱踮伫遮，这是一个充满阳光甲荣耀的聚会无？咱每一个人参与踮伫教会的身体，参与踮伫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时阵，咱充满阳光甲荣耀。对过去、现在、直到伫未来，
咱拢一直咧看东门教会怎样见证耶稣基督的工作。头拄照着咧念诗，头拄照着咱咧学老的时阵，咱拢咧讲真特别的恩典。毋过，咱嘛会当重新进入到伫初代才会宣教师来到伫台湾的时阵，因所看见的台湾到底是安怎？因所看见的台湾可能是偏远的所在，因所看见的台湾是侪人需要拯救的所在。当一步一步向前行，当一步一步咧宣教的过程，拄着艰难，拄着艰苦，踮伫即个偏远的所在，看起来敢若会当唱哀歌。毋过，踮伫因的心内底，到底咧想啥物？踮伫巴克的牧师，踮伫伊丽莎白牧师娘的心内面，因咧想啥物？因的心有迄个新的天、新的地的愿望。因知影的代志是，踮伫遮，伫佛摩萨遮的人，因为上帝的疼，遮的人会当活出新的生命。所以，因会去陪伴弱势的人，因会宣讲上帝的话语，因会开设病院、学校，推动侪文字的工作。当然，包括建立教会、训练信徒，甲历代的传教者。上帝的计划一步一步踮伫即块土地顶面得到实现，所以现在迄个偏远的所在，正做全员的所在。踮伫遮，咱得到永远袂脆干的活水。对今仔日的咱来讲，咱有可能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所影响，嘛受到侪力量一直拖咱向偏离上帝的路。所以，迄个原本充满应允的所在、充满阳光的所在，咱阁受到惊吓、混乱甲绝望所影响。伫这个危机的中间，启示录阁一摆对咱讲，咱所看的到底是啥物？咱所看的到底是啥物？迄个新的天甲新的地的异象，兼毋是一直带咱向前行吗？前几工踮伫公道的课程中间，我带咱的兄弟姊妹做伙咧思考，怎样为着教会祈祷。逐个人拢交作业，交的作业真正写了袂歹。但是写了袂歹了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为虾米大家写的拢共款？因为大家人拢安怎写？期待教会会当成做一间复兴的教会，会当成做一间传福音的教会，会当成做一间宣教的教会，会当成做一间互人踮伫遮得到祝福的教会。写了袂歹，咱可能嘛定安尼祈祷。毋过进一步，我问大家讲，啊，为虾米咱10几个人写出来答案拢共款？咱10几个人写出来，敢会当无共款无？上帝互咱无共款的文字，互咱无共款的特质，互咱无共款的个性，咱所看到对教会的期待，敢真正敢若安尼尔吗？所以伫讨论的过程中间，我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讲，无安尼画图较紧啦，写字写袂出来，安尼画图较紧，用话来思考讲，到底咱的教会要行往啥物款的方向？所以画图了后，愈来愈丰富啊！画图了后，迄个图就愈来愈丰富。伫新的天甲新的地的中间，哪亲像安尼共款？有人开始画啊！咱的教会会当不断唱歌，咱的教会会当不断见证，咱的教会会当继续成做侪教会的祝福，咱的教会会当继续训练侪新一代的工人，咱的教会会当有软弱的人踮伫遮受到照顾，愈来愈趣味啊！嘛有人讲，
这哪亲像诗篇23篇共款？咱的教会，咱每一个人都亲像羊仔，踮伫一个青翠的草埔，伫安静的水边，每一个人会当踮伫遮得到把助。嘛有图安尼讲，我所看到的教会是一个对老人到囡仔，一代一代做伙牵手咧敬拜上帝的教会。我看到遮个图的时阵，我讲，上帝的恩典遮尔丰富，敢毋是？上帝的恩典超越过咱所想象的丰富，敢毋是？当咱咧讲，咱要成做复兴的教会，咱要成做传福音的教会，咱要成做宣教的教会的时阵，咱敢有法度进一步去问啊？什么是复兴的教会？什么是传福音的教会？什么是宣教的教会？他拄啊遐个图，敢毋是就是遮个答案吗？原来，咱受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咱掠准信仰干那一个标准的答案，所以咱的答案干那共款，咱袂记哩圣经的话对咱讲啥物？这是一个新的天甲新的地，伫新的天、新的地中间，咱会看见新的阳光，咱会看见新的荣耀。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伫今仔日咱自一点伫遮，是庆祝教会的周年，但是咱千万要会记哩教会是啥物人组成的。当咱咧庆祝教会周年的时阵，教会是啥物人？教会就是咱，敢毋是？教会就是你，也就是我。教会是咱每一个人。所以，咱的生命经验上帝的恩典，咱的生命经验上帝阳光的时阵，教会也得到阳光。当咱的生命会当踮伫任何一个所在，见证主的阳光的时阵，见证主踮伫你生命中间奇妙的作为的时阵，咱已经看见教会踮伫遮，教会已经得到阳光。耶稣基督也照着安尼带咱行一代一代的路，所以咱会当唱新歌，咱会当唱新的歌，咱会当照着保存过去的历史，搁一摆讲，这个历史对咱生命的记忆，互信仰一代一代延续落去。也坐踮伫即间建堂将要100年的教会中间。咱今仔日无共款的团队咧唱上赞的诗歌的时阵，伫这个活动唤起咱心灵真实的感动。咱会当看见新的异象，虽然拄着疫情的影响，人的生活受到拍断，受到变化，咱犹原会当有新的创造力，每一个心灵受苦的人宣讲福音。这是新生命的乐歌，写吧，讲吧，唱吧，跳吧，因为这个事真实可靠。伫基督的歌，咱看见教会的歌，也看见咱家己的歌。伫咱的一生中间，会有冲突，会有受苦，会有危机，会有冤家，会有压迫，总是基督已经赏赐予咱迄个真实可靠的愿望。无阁有目屎，无阁有艰苦，咱会当每一日献上咱家己，诚做活祭。现在，咱已经唱这首歌，咱已经诚做基督美好计划的一份子，嘛调往咱迄个也未实现、也未完全实现的上帝国度，听见伊的声对咱讲，已经成了。对今仔日了，咱要迈向新的未来，咱要唱新生命的乐歌。请咱做伙来看我所写的这首诗，唱出新生的乐歌。偏远的所在，混乱、惊吓、绝望，
人的心蒙尘，灵魂失丧，遍满哀歌。抱着希望的证书，恢复安慰希望，无有惊吓，勇敢向前，走出乐歌。新的天，新的地已经浮现，无阁有目屎，无阁有死亡，无阁有痛苦，过去的一切已经换新。写吧，讲吧，唱吧。跳吧，开始到落尾，已经也未新的生命成了，新的生命已经开始。咱的历史小组要带咱用一段影片来回顾咱所行过的路站，有写、有讲、有唱、有跳，咱来回顾咱的教会。福音的脚印，府城东门町圣公庙街的台南东门教会，对1903年台南神学院暗时聚会开始，陪伴逐个世代得到培养、造就、见证上帝的作为。为着纪念巴克勒牧师，伫2003年改名做台南东门巴克勒纪念教会。伫上过超过100年的看顾，成做一间有文化传统的教会。侪人伫遮出世、大汉、建立家庭，对父母到囝儿，通过教会联络逐世代的感情。一个囡仔也好，也是一个大人好，来到伫东门教会，伊就会当找到无相款的事工，伊会当投入伫即个事工的内面，受到造就。我高二到高三的时阵，伫东门教会参加青年团契，向选做会长，举行做壁报的比赛。啊，每一个会友，每一个人要写稿件，我都要写稿件，啊来投稿。迄阵啊，就是选真侪委员，其中有一个委员叫做文艺组，文艺组的组长就是许基子老师了。啊，就因为安尼款的交往，所以我就特别认识谁叫做许基子老师。有3个长老的关系，拜托阮妈妈答应阮2个的婚事。中路的老师叫做马丁堡长老，啊，阁有迄个圣理国民校的老师蔡玉卿长老，就因为安尼有3个长老的关系。拜托，阮妈妈答应阮2个的婚事，我就伫迄个所在细汉受造就，然后伫遮就结婚。我做一个囡仔，就足感受到东门教会实在有够大。暂时看起来，嘛是台南市的教会相当大的教会。先人甲咱买2块土地，这哪大？拄一条街吼，一条路吼，2边拢甲架起来安尼吼。像咱最近真好，甲一边说做巴克勒纪念教会，一方面纪念牧师娘，互这2间无相像的教会无法相用途，我感觉真水啊！我感觉东门教会户外对细汉我有感受到，伫阮的团契拢讲台语，都对于教会学着语言，读白话字，然后用圣诗真水的诗词，然后读圣经古典的这个文学的物件。当然是有这个先辈安尼甲咱帮赞，互阮都爱继续讲单话。除去信仰甲语言以外，第2项事就是音乐。音乐的部分伫咱东门教会是真水的所在。对主日学、少年团契、青年团契，后来进入新人院了后，这个帮赞我继续伫音乐的中间，我有发现到帮赞我的生命。这音乐我感觉是教会宝贝。阮爸爸入教会迄日，拄啊1926，拄啊咱教会建堂迄个庆祝礼拜，迄下晡，迄个就有寡种种的青年来接受做正式会员，所以阮爸爸是第1代这新礼拜堂的入教者。我来东门教会以后，第2档就
担任少年团嘅第5任嘅会长。每月日嘅例会，拜六阴暗，头2点钟，大家拢足欢喜。要去例会以前，拢拜六嘅报道干部就带伊，甲遐较无咧来聚会嘅人，甲伊拜托，我阴暗来聚会。所以迄例会时间差不多拢有20-30个。然后就参加圣乐队，学迄个圣乐队的队员2/3是中路的学生，以后是迄算做战后婴儿潮来，中路来礼拜变400个，咱教会有250个，所以只捌一到650个礼拜。主入学团契逐款的教会活动，因为时代的改变，嘛有无同款的趣味。经历无同款的感动，通过长辈分享，互咱的后一代会当感受顶一代美好的信仰。老的中年人甲囡仔做伙，安尼会当延续，就是讲怎样有老大人都爱真谦卑来帮助囡仔成长。这个囡仔会当真谦卑来领受老大人所咧讲的物件，会当有互动。然后老人怎样帮助迄个孙啊？互伊对细汉的时阵有看见讲伊早前毋捌看见的物件，以后可能会去改变，总是遐毋捌看见的物件，会当成做伊的生命一部分。看咱会当留啥物，更较水的帮助咱的后代，互咱的东门教会成做一个光灯台，毋是敢起大景水尔，做光灯台，互人会欢喜入来咱的教会，那会当有遮的物件流传帮助后代，顶代都爱做模范。下代欢喜学习，谦卑学习。因的成长，我相信会真水，会真快乐。我回想讲，阮遐少年团契，有的伫国外，有的伫台北，总是阮这样时，还佫有当时咧联络，就是少年团契遐人我毋茫讲，咱毋是干来做礼拜尔，有遮好的朋友，会当真做咱的互动，真做咱的支持，甚至真做咱互相带到真水的一群人安尼为着互逐世代认捌教会发展的历史，伫主后1994年，本会成立历史小组，负责记录保存教会的历史资料。伫1997年成立教会资料馆，保存本会设教以来的各项记录，亲像巴克勒牧师的拍字机、上早的印刷周报、早期会议记录，甚至发现台湾第一遍设立女性中级的资料，这拢是咱资料馆内底重要的资产。去做好的物件，互别的后代的人，还是变上年纪的人，这拢是一个真水的事。历史都在讲这个事。历史要保存，我想头一个就是团队，第二就是著作这个历史的一个人甲机械，第三就是爱出定期的刊物。东门教会有一个叫做东升，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满第几期，我写安尼一本一本册安尼直直出，迄是一个真优良的一个历史的保存。第四，最后一个就是咱爱真注重咱教会的和会手册，毋望这个团契在活动的中间，因无论做什么款的活动，真紧甲因的物件记录起来。教会历史是足重要的啦，建议东门教会行做宣教的教会，将咱最有宣教精神的巴克勒牧师做咱的标记，所以才建议小会将这巴克勒纪念教会开始推行。所以伫100年庆祝的时，咱完成这大的工作。所以就是要让咱东门教会成做有宣教的教会，有宣教的教会，就爱有根，就爱有历史。资料馆内底的物件是为着会当延续水的信仰卡业，希望大家为着这项保存教会见证的事工关心大道。历史小组会和大家继续做伙，伫东门教会写历史。过去到现在，咱才会知，
原来咱所掠准真平凡的一切，其实一点仔拢无平凡。因为每一个行动、每一个改变，拢有一人参与对过去到现在，咱所做、咱所服侍的一切，也在改变未来。继续讲新的故事，实际上咱就是在创造新的未来。咱们教会将做一个起造历史，互人有信仰、有语言、佮有音乐来敬拜上帝，将做这个社区真好的见证者。讲的人无伫咧啊，总是写的人老历史留下来是才有生命啊！直直传承落来，拢会当看到迄个很认真的痕迹。咱教会有这个根啊，这上帝特别互咱的，咱甲将这的精神，拢讲互咱这代听，互咱后代听，人大会感动。希望教会历史安尼一代世托落去，回顾历史，反省过去，测量将来，期待教会更较拼。福音的脚印。真情，
祈祷。主愿着好胆向前来进前，为着要看见主你的荣光。主愿感谢你对过去、现在，愿一直领受基督你差遣济属于你的奴仆，勇敢兴旺上帝的道。所以今仔日，阮会当踮伫遮唱新的诗歌，唱乐歌。主啊！当教会要进入新的时代，愿你坚固阮大家，互阮会当一代搁一代延续水的故事，互阮会当一代搁一代见证主的荣耀。对阮每一个人，到阮的家庭，到阮整个的教会，到整个的台湾，阮会当建设一个搁较美好的未来。愿主带阮向前，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请坐。咱要用奉献来回敬上帝的听。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的事工，踮伫遮来报告。头一项，咱圣经学堂，咱即礼拜要读的进度是马可福音第6章45到56节，请咱做伙伫拜三踮伫山顶来看。过来，今仔日是咱本教会设教119年的纪念主日。后礼拜是玉山新行医奉献主日，所以后礼拜咱会有詹牧师踮伫咱教会讲道，所以请大家为着玉山新行医来关心。第三项，咱去年度奉献证明已经踮伫办公室遮，会当欢迎咱大家来领。咱后主日，咱教会是教会摒扫的日吼，所以咱下晡1点半踮伫大礼拜堂甲周围来做大摒扫。各团契，请咱家己来注意咱所负责遮个所在。咱后礼拜下晡嘛有一个办公椅接力大赛。会当报名，即马还会当报名，所以欢迎咱会当做伙踮伫遮来同乐。大摒扫了后，嘛会当继续来为着咱的囡仔，为着咱的青年人，为着所有参加的人来加油吼。
马街日记的部分有兴趣的，请咱也由员办公室才来登记。今仔日下晡有吴慈恩牧师的专讲，伊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家庭，所以今仔日下晡，如果你想要参加的，欢迎你会当直接到伫迄个伊丽莎白纪念教堂遐3点的时阵吼。夏令营的报名资讯嘛，踮伫遮，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说到119年，也是上尼大学24年，所以咱今仔日也欢迎上尼大学遮的同学踮伫咱中间参与献诗，咱拍鼓来鼓励因。欢迎咱超过55岁就会当报名对无？超过55岁就会当参加上尼大学，所以如果咱有兴趣想要参加，会当来问因吼，会当欢迎恁，会当咱拢一年拢有2个学期。搁刷来，咱今仔日嘛特别感谢历史小组，因真正足认真，为着这个影片开足侪的精神，也踮伫历史的保存中间。咱若是咱踮伫现场，历史小组的同工会当请咱徛起来，互咱做伙拍鼓来鼓励因。好，咱会当继续为着历史小组关心大道，咱会当有一个奉献科目是历史教育发展基金，欢迎咱兄弟姊妹有感动会当继续支持踮伫这个事工，因为接续咱头拄仔所看到遐个资料吼，过去遐个小会记录，迄其实需要修理啦，迄需要专业的修理，就是需要修复，搁爱数位化。所以即马拢咧做遮的工作，所以嘛邀请咱的兄弟姊妹让共同来关心。今仔日咱嘛感谢守中团引带咱，感谢从老到小，对于罗某苏老师因斗相共，到咱守中团所有的囡仔做伙参与，咱嘛拍破还感谢咱的守中团。当然119年，咱圣歌队最重要，因为咱是一间学老的教会，咱一代一代唱学老的诗歌，咱嘛爱感谢咱圣歌队一代一代的学习，嘛感谢咱大家，因为咱踮伫即间教会中间，咱拢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咱爱为着咱家己拍破啊！煞招来介绍。昨结婚的新人吼，昨结婚的新人苏宁甲婉琪因来到伫咱中间，这是中福兄的后生，甲伊的新妇，咱祝福因。好，请坐。好，这以上的报告。咱做来念祝福车建的信息吼，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我哋，谢谢。
咱做伙起立，领受上帝的祝福。咱会当勇敢向前来跑走，跟对主耶稣的脚步，见证天父上帝的疼痛，也照着圣神的气力，看见新的天、新的地盼望，踮伫咱逐人，一直到整个的世代，到伫咱整个的世界，拢看见主的荣耀。愿这个祝福对咱开始临到伫万所在，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免。谢谢。
，test 1、2、3，test 1、2、3，回1、2、3。福音的脚热，府城东门町圣公庙街的台南东门教会，对1903年台南神学院暗时聚会开始，陪伴逐个世代得到培养、造就、见证上帝的作为。为着纪念巴克勒牧师，伫2003年改名做台南东门巴克勒纪念教会。伫上过超过100年的看顾，正做一间有文化传统的教会。侪人伫遮出世、大汉、建立家庭，对父母到囝儿，通过教会联络逐世代的感情。一个囡仔也好，也是一个大人好，来到伫东门教会，伊就会当找到无相。